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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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！站！皇上！皇上，你怎么变成孙悟空了？这就叫腾云驾雾！皇上，你快下来！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六儿怎么跟太后娘娘交代啊？皇上，拓跋将军虽然篡位，但你好歹也是一国之君呐！啊，皇上，啊，那好吧，快！六儿子，你还是那么笨！哎，哇！哎，来，快看！哇！哎，柳儿，这里是什麼地方啊？這不會就是鳳昭儀娘娘說的那個現代吧？啊！我是慣了皇帝到現代嗎？你没事吧你？午餐变成下午茶？再说了，我点的是人吃的東西，不是这些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你们今天吃的饭菜全都免费。哼，你把我们饿到现在还想收钱啊？哎，你这儿是不是进水啦？赶紧收拾干净，走人。哎，你说他凭什么配得上我们的男神叶家，还有股神李欢？你说他到底是绿茶的，还是花茶的？这又没胸又没屁股的，要不拍个照片发到网上问问？我来。哎，你干嘛偷拍啊？送餐迟到是我的错在先，你骂我就忍了，你又偷拍又搞人身攻击的，你们又是什么品种啊？你放手，还给我！还有，带上你的垃圾。